第一前总统李登辉主政的12年，台湾发生几啊件全球瞩目的大代志，其中有一件是1995年李登辉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，伊嘛是咱国头一个到美国去访问的现任的总统。也毋过嘛，因为安尼引发着非大的危机，两方样样要起烧战。了后，李登辉伫1999年来提出着两国论。 强调台湾甲中国是特殊国甲国的关系，嘛来挑动着中国敏感的主权的神经。李登辉主政的时阵，推动务实的外交，努力拓展台湾的外交空间，希望让世界看见台湾。也毋过，嘛是伫伊的任内，两方风波不断。My criterion for serving as a president is that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. 1995年6月，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演讲，正做咱国头一位进入美国的中华民国现任元首。全世界拢关心真听呀，因为是人生的巅峰之一。这嘛引起中国大陆的不满，向偏教师试射飞弹抗议。过两年，1996年头一摆总统直选的战胜，北京各向家人甲各向外海试射飞弹，两岸情势紧张，台海飞弹危机一触即发。 小连续2摆，华府拢赶紧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域，以行动挺台湾。李登辉因此顺利连任总统。不过，1999年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，提出两国论的主张。80年修宪以来，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，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。 这个言论佫引起两岸不安，嘛互第3摆公会谈无成。不过李登辉在世时主政12年，伊在成功突破外交困境、外交政策，放弃两蒋的汉插不容任。由于经济力量主见重于军事力量，使我们能以经济势力为后盾，推动务实外交，并获知具体成果。 李登辉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嘛，更加开放，只为了让台湾会使行出去。在生时更加结合爱拍高尔夫的兴趣，变成高尔夫的外交，去东南亚度假、加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尼等。中国友邦的领袖以球会友。看你台球，看我台球，我不打球哦。 透过度假、卡苗变外交，写下破冰之旅的新模式。李登辉在世时，两岸外交立场，有人认同，嘛有人不以为然。无论如何，拢已经在台湾的历史上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录。